你好，老闆，我叫明雪苗地，我而家37歲，我係印尼人。我讀書到高中畢業。我之前喺香港做過咗7年，之後我喺澳門做part-time sponsor 清潔2013年到2015年，之後我做過廚房幫手、廚師助理，做到1年，2016年到2017年。咁之後我做過啲店務員，都亦係做過廚師或者廚師助理，都係幫手，又係煮又幫手，或者清潔乜都要做，做到4年。咁之後我做過part-time sponsor，都2013到2016年，我做過part-time sponsor 係清潔。我希望老闆請我返嚟，請我做嘢，因為我想揾嘢做，我唔怕辛苦，我會勤力做嘢。唔該晒先，老闆。